健保署统计，2020年因为白内障来看医生的人，60岁以上就超过8成。这几年来有愈来愈少年化的趋势。亲像伫高雄，就有一个病患，50岁的时阵去得这个白内障。去年虽然有开刀，也毋过最近伊的目睭佫开始蒙雾。医生就表示讲，这种离厝的白内障，就会出现伫动过白内障手术的患者。 医生当咧替病患检查目睭，发现目睭前有一个亲像台湾的图样，来造成病患看无啥清楚。这位是邱小姐，今年50几岁，高单前发现家己有白内障，去年才开刀。不过手术了后才过2个月，目睭佫开始会雾，看医生才发现是离厝白内障，而且目睭的后囊柔顺，亲像台湾的模样。邱小姐是感觉惊奇。后囊的产生，我也觉得。 应该是在意料之中。我觉得没有像他提到的那几个那么严重，反而是比较轻微一点的。虽然它的形状比较特别，这倒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地方。 这几年因为电子产品流行，白内障有少年化的趋势。医生表示，开白内障手术的病患大部分拢会出现离厝白内障，因为对肢体后囊会搁生出细胞，才会出现雾的状况。但是严重影响生活，会建议爱做雷射手术，视力才会当恢复。可是清除完的时候，很多细胞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，所以说有些在里面会慢慢会移到后囊的地方，到后面的地方去哈。然后在那转移的过程呢，那些细胞会产生变形、变性、混浊等等之类，所以说它刚好集中在后面的地方。经过卫福部统计，伫109年，全台就有24万多人接受过白内障手术，比前一年搁较侪。医生呼吁，若是要预防白内障，就要减少紫外线加3C拿光，好好休困，才是对目睭上好的保护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阳高雄报道。